人流为主。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即时，请咱备办心，三角来敬拜上帝。请奏乐。万国啊，恁着学罗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信实永远伫地，恁着学罗耶和华。咱三角来吟诗，信诗第104首。耶稣真正四国外，哈利路亚！天使世人传开看，哈利路亚！感谢吟诗出大声，哈利路亚！
乌罗救主大尊名，哈利路亚！请咱起入来吟圣诗第104首。咱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架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来受苦，定是第4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一个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遮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上道的上方，罪赦免，肉体活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角来交托启应上帝的话，今仔日要交托的是启应文第65，也就是启示录21。伫个信息后壁1119页。现着咱三角来启应。我有看见新的天，新的地。因为前的天，前的地已经过去，太难过去。我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我阁听到有大的声对宝座发出讲：看，上帝的回报依然会勇敢。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伊要做伊的主人。
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做因的上帝。伊要插伊手拢总会目屎，伊无阁有死实，嘛无阁有哀伤、嚎叫、疼痛。因为这样前的代志已经过去。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看，我将万物拢换新。伊搁讲，着写起来，因为这个话真实可靠。伊阁甲我讲：完成啦！我是阿米花，甲学是开始甲结束。喙大的人，我要将活命的水泉白白互因啉。这是人会成这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兄弟。请咱压头三角来祈祷。慈悲怜悯疼痛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找派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为阮顶十字架，然后搁活。今仔日是过活节，如果十字架毋是真的国活，就是虚假。安尼，阮信的拢是枉然。求主帮助阮，无贪恋世界，赢过你，你互阮专心追求甲你的连结的性命，靠主来活出新造的性命。伫即个重要的日子，搁再一摆思考阮的信仰。阮感谢你，竞选阮做你的子民。虽然阮时常无知来犯错，你犹原来赦免阮。求主帮助阮的信仰的路径，勤读圣经，常常侍奉，袂记即背后，努力向前，为着阮的信仰来拍拼。今仔日我也为着厝外的兄弟袂当来做礼拜的，求你甲因同在，祈祷恳求拢是奉主的名求，阿门。下面信我对献诗，因今日要献的诗是阮答银讲主银讲，请信我对。
咱三甲来恭守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第20章第110到18节，好学本是108页到158页到159页，汉语本是131页，现在中文版是180页到181页。7日的头一日清早，天还未光，无大粒的玛利亚到墓，看见石已经对墓刷开，就走去就近西门彼得甲别个学生，就是耶稣所听的迄个，甲因讲，有人将主移出墓，阮毋知下伫倒落，所以彼得甲迄个别个学生，甲迄个别个学生出去到墓，两人平平行，迄个别个学生行做头比彼得较紧，达先到墓，暗路看墓内，看见犹地无下地，独独无入去。西门彼得缀后到入墓，看见犹地无下地，搁看见包头壳的巾无甲犹地墓做一位，是另外伫一所在放地。迄时，迄个达先到墓的学生也入去，看去就信，因为因还无明白圣经的话，讲伊的确着对死人中国话。对岸的两个学生倒去家己的家。第11节，独玛利亚徛伫墓外底啼哭，哭的时，暗路看墓内，看见两个天使穿白衫，坐伫耶稣身躯所捌安置的所在，一个伫头，一个伫骹。因就甲伊讲：“妇人啊，啥事哭？”因伊讲：“因为人将我的主移去，我毋知下伊伫啥物所在。”已经讲遮的话，就翻身往后面，看见耶稣徛地，伊毋知影伊是耶稣。耶稣甲伊讲：“妇人啊，啥事提到？你找是罪。”玛利亚拍算伊是顾远的，就甲伊讲：“头家啊，你若有跟伊去，请甲我讲，下伊伫啥物所在，我就去收伊。”耶稣甲伊讲：“玛利亚啊！”伊就活转身，用希伯来的话甲伊讲：“拉波尼，意思就是先生。”耶稣甲伊讲：“无伫问我，因为我还未上去见爸。你着去找我的兄弟，甲因讲，我上去见我的爸，也是恁的爸；见我的上帝，也是恁的上帝。”莫大了的玛利亚就去甲学生讲：“我已经看见主。”搁讲主用遮的话甲伊讲。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的人。今仔日上帝通过牧师要传互咱的信息是过活节的信息，新的开始，请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是教会一年一遍要来庆祝纪念耶稣死搁活的日子。咱若讲圣诞节是要庆祝耶稣出世，安尼搁活节，伫某一个层面会当讲是庆祝基督教会的开始。当然，有的讲法是讲圣神降临节是教会的开始，但是实际上，咱若对圣经咱知影，耶稣的门徒对伫啥物时阵开始伫礼拜日，就是咱即马所讲的主日开始聚会，耶稣搁活了后，所以伫今仔日咱庆祝搁活节的圣经信息以前
咱先做伙额头来祈祷。等一下袂去讲即个国外节快乐，嘛咧先讲一下爱先讲一下。好，咱做伙额头来祈祷。慈悲满满、大权能的主上帝，愿用感恩的心，组织做伙来学习主你的圣名，也感谢主你道成肉体，伫2000年前来到伫世间，佮为着世间人的罪定死十字架，3日了后来搁我赢过死实，赢过罪恶，互阮只要靠着主你，也会当家己共款，旧话已经死去，有活出新的生命。所以主啊，伫今仔日的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声，愿恳求主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自身看你，互阮会当对伫圣经的话，互阮知影你对伫即马，阮要怎样来做，阮要怎样来行，阮才下伫主你的旨意。恳求上帝你显现你甲阮的同在，互阮会当伫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阮亲像听见你对阮的心亲自讲话。主啊，恳求上帝你带领甲保守，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所读到约翰福音20章第1节到第18节，这是记载第一个国外节的透早。咱对圣经的记载，咱知影，记载着抹大粒的玛利亚来到伫耶稣的梦。迄个早起，会当讲是一个原本非常平常的一个透早。当然差别只是即个抹大粒的玛利亚，因为耶稣的死，所以伊可能流目屎，伊可能心中充满悲伤。但是当抹大粒的玛利亚走进耶稣的梦，超过伊所暗算的，伊所看到迄个本来炸掉耶稣梦的迄个大石头，已经无伫原位啊！玛利亚第一个想到的是啥物？伊想到讲害啊！耶稣的身躯互人偷摕啊！所以咧，咱会当想象伊的惊吓。咱知影，你若去扫墓，去家族的墓，若讲即个墓地是非常旧的，也是讲你久久无来扫墓，几若冬，甚至10几冬、几十冬无去扫墓，有时阵，咱知影即马政府拢开始鼓励讲，以前的土葬的墓地安怎？将迄个原来所带的来刷开，然后即个土地会当做利用，变公园，也是变其他的公共建设。所以有时阵，有的人10几冬、20冬无去扫墓，雄去扫墓的时阵，发现啥物？哇，规个拢无去啊！然后伊敢知影，若照咱即个政府的规定公告了后偌久，你无去处理，政府就代替你处理。迄若到迄个情形迄就爱处理啊，真久爱找讲政府将即个咱先人的即个骨头刷去倒位咱可能咱中间有咱的兄弟捌经验着即款的代志。
去扫墓，发现墓无去啊啦，即摆哪会变做公园啊？我想，你若拄着即款的情形，一定是甲玛利亚共款，感觉非常惊吓，哪会安尼？啊，墓本来就伫遮，哪会即摆变做公园？啊，是墓本来伫遮，啊，看到的，哇，变做平地，变做即个工地，要安怎？要安怎？玛利亚也共款，伊发现着，哇，耶稣的墓，迄本来砸迄个所在的大石头，互人刷开啊！哇，耶稣的身躯无去啊！所以咧，玛利亚赶紧甲耶稣的门徒讲啊，讲要安怎？要安怎？所以，咱今仔日所读到的圣经经节有记载。耶稣门徒内底上有行动力的什么人？彼得。彼得甲另外一个门徒马上冲去看，看要安怎？若看到蛛丝马迹，无拄拄会当去甲伊约转来，即个偷摕耶稣身躯的遮个人，所以因紧走去看，结果因看到的是啥物？只有看到空的墓，看落去。阁无耶稣的身躯，只剩原本包耶稣身躯的右底部，阁迄个包耶稣头壳的筋，连即两个门徒也无办法解释，为虾米即款代志竟然会发生？但是亲像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这是因为因当时。佫毋知影讲耶稣佫活，因毋知影上帝已经对伫原本非常平常、非常无偌奇怪的一个透早，互一款全新伟大的代志来发生，就是耶稣佫活。咱知影，常上帝，互奇妙的代志来发生，就是伫平凡的中间。可能你佮平常共款，照你日常来做，但是伫即中间，上帝惊伊的心者，可能一项代志发生，改变你的性命。有可能一项代志，互你发现到，哇，上帝真正是真的。伫迄个第一个国活节了后，初代教会的基督徒就开始伫每一年的国活节的透早天光以前来组织，这就是真侪教会较传统的教会、较有历史的教会，拢会有啥物？伫国活节的透早天还未光的时阵，有啥物？一个国活节透早的礼拜，常常拢会6点就开始组织。啊，有时组织会伫倒位？较庄卡的所在，会去附近的公墓。因为教会的前辈过身了后，拢会待伫即个教会附近上近的一个公墓，也是基督教公墓，拢有即款的活动设计。初代教会开始，国活节的即天，也常常会替无道友来行洗礼，当然当时是用浸礼啦咱着想象伫国活节的透早，大家的心情就亲像发现到耶稣国活的门徒共款。国活节的透早，无道友若伫即天即个时阵，
来领受洗礼，迄款的感动会特别深，因为就亲像垃圾的物件，互水来洗清去共款，罪得到洗清，也象征着即个旧的亚当、旧的我已经死去，现在已经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初代教会会将国外节甲行洗礼来结连的意思。当然，即卖大部分的教会无拄拄会照着即个教会的传统，但是对伫人物洗礼，咱的人物就是亲像耶稣死搁活共款，咱认耶稣做救主，咱也跟对耶稣，咱也经验着亲像耶稣死搁活共款。当咱成做基督徒了后，咱旧的我死去，即马活的是一个新的我，是一个日日更新的我。咱每一天，咱每一遍反省咱家己的时阵，咱拢爱体会着，因为咱跟对耶稣基督，咱不断经验着，亲像耶稣死搁活共款。每一天我拢无共款，咱基督徒爱用即款的心态来生活。所以，照安尼来看，耶稣搁活的迄个透早。这是咱人类一个全新的开始，尤其对咱基督徒来讲，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非常重要的一个代志。只是咱每一天，咱反省咱过去所做，咱大大所做，敢有下伫耶稣的教示？然后对即时刻来讲，咱既然是一个新创造的人。咱就会当将过去咱讲的历史包袱来放掉，咱活出一个全新的，咱照着耶稣基督的教示，咱来跟对伊，毋是活伫过去种种，然后咧活规工活伫对过去，可能是后悔，哪会安尼？我迄当阵为虾米安尼？也是活伫过去。你藏伫心中的怨恨啊，迄什么人哪会安尼？啊，这拢是影响着咱继续行落去。落下这对伫国外这，有一项代志咱爱特别注意。就是耶稣的梦是空的，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当玛利亚看到，当其他耶稣的门徒、其他跟对耶稣的人，也看到这个空的梦，甚至遐个反对耶稣的犹太人的领袖，伊甚至搁爱为着耶稣的梦是空的，即个事实，因需要编故事，讲啊，这实际上是耶稣的门徒将耶稣的尸体来偷走去。除了即个空的梦以外，对第一个国活节，耶稣国活了后。对迄天开始，50日中间，耶稣也显现，互超过500个人亲目来看见，这拢记载伫福音书内底。但是，咱爱思考，伫过去的2000年以来，咱基督教会。是一直喺面对遐个无相信耶稣基督，也无相信耶稣基督国活的人，对伫耶稣国活的怀疑。
有个人会讲耶稣顶十字架的时阵，伊并无死，甚至因讲死伫十字架顶的是一个生仔甲耶稣生仔甲伊真相像的一个替身。也有个人会认为讲耶稣的身躯互人偷摕，并且藏起来，有可能是耶稣的门徒所做，也有可能是犹太人的领袖来甲伊偷走去。甚至伫咱即个时代，真侪小说，甚至讲达文西密码，也是讲电视节目、探索频道、历史频道一类的节目，三不五时也会节目内底会讲到一寡似是而非的历史性的发现。甚至这个电视节目也是小说所写的，对伫一寡人来讲，甚至对伫一寡基督徒也会安尼感觉讲哇，啥搁比圣经搁较精彩咧？反倒转互一寡人对伫这个扭曲的解说，会感觉真深刻、真趣味。但是这一切不管安怎讲，不管这个学说偌深刻，一个事实就是耶稣的梦是空的，耶稣已经无伫梦内底，这个事实。所以为着见证耶稣已经搁活，过去2000年以来，侪基督徒为着做见证耶稣搁活。甚至牺牲性命，也因为相信这个搁活的耶稣，有侪人愿意无求家己的利益，来替众人来服务，无求家己的利益，甚至牺牲家己，为着见证这个搁活的耶稣，为着见证耶稣搁活。牧师想到1977年有对一个世界级的歌星过身。1977年，迄当阵牧师敢若5岁外，还未6岁。可能咱在座对伫即个流行音乐、摇滚乐可能较无兴趣吼。猫王啊，Elvis Presley 啊，伊1977年过身。然后每一遍有即款大名星过身，足奇怪，拢会有传说，讲伊无死啦，伊无死啦。但是咧，敢有人会为着猫王来牺牲性命，为着猫王的音乐，然后咧来服务众人，也是要见证猫王无死，愿意牺牲家己？无啦，敢若伫遐讲好耍尔。但是耶稣搁活这项代志，2000年以来有偌济基督徒为着这项代志，为着这来做见证，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也为着见证这个搁活的耶稣，来互家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耶稣的梦是空的，伊已经对死来搁活。这个事实宣告就是上帝的权能已经赢过死实，死亡已经无搁是这个世间永远袂当赢过的力量。死实已经无搁是这个世间永远无办法赢过的力量，因为过去2000年以来，
遮侪人、遮侪基督徒，就是为着耶稣国活即项代志，因毋惊死，因为着见证即个代志，为着见证耶稣国活，为着见证即个国活的耶稣，因毋惊死，所以耶稣国活。宣告上帝的大权能，上帝的完全的疼，是赢过死亡。另遐这耶稣的梦是空的，耶稣已经过活。但是耶稣国活这4个字，到底怎样会当超越时间空间，会当影响到现在的你甲我呢？就因遐这，咱拄仔所读《约翰福音》20章记载着，抹大粒的玛利亚，一开始也无办法。体会无办法了解空的梦的意义，耶稣的梦是空的意义，直到伊亲自会当甲国活的基督来相拄，伫甲国活的基督相拄以前，玛利亚也无办法抹大粒的玛利亚。也无办法体会到耶稣的梦是空的，到底有啥物意义？到底甲伊有啥物关系？所以约翰福音20章记载，当门徒彼得甲另外一个门徒离开了后，抹大粒的玛利亚伫耶稣空的梦外口，伫遐啼哭。圣经记载，伫即个时阵，国活的耶稣基督向抹大粒的玛利亚来显现。但是起初，抹大粒的玛利亚竟然认袂出来，国活的基督显现，但是抹大粒的玛利亚，咱知影伊非常的疼耶稣，伊也专心。愿意跟对耶稣，但是伊的悲伤，伊的情绪，煞直到连耶稣甲伊显现，伊拢认袂出来。所以有一时阵想起来，情绪的控制可能嘛非常的重要。哦，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拢爱学习的。情绪的控制，哦，因为有时阵即个情绪，哦，情绪人有情绪是正常，但是若情绪控制你控制啊伤厉害，甚至连耶稣显现伫你的面前，互你看，你竟然认袂出来。哦，读到这哦，这个牧师嘛爱家己嘛爱反省咯，哦，尤其骂囡仔的时阵，拢爱想到一点。起初，抹大粒的玛利亚竟然认袂出国活的耶稣基督，直到耶稣基督呼叫伊的名，即当阵抹大粒的玛利亚才认出即个伫伊的眼前，即位就是已经国活的耶稣基督。耶稣呼叫伊的名了后，亲像抹大粒的玛利亚所经验的，你我，咱基督徒，咱拢有情绪，咱拢有家己的心情，咱也为着生活中间
的代志，咱爱用咱的心思去处理遐咱生活中间多的代志。但是耶稣基督，即个国我的耶稣基督，伊主动来自群咱，伊也用迄个美妙的声音，呼叫你我，呼叫咱每一个基督徒，伫咱的心中，伊呼叫咱。耶稣出声，呼叫咱每一个基督徒。伊也邀请咱，甲即个创造宇宙万物，即个用完全的听来听咱，赦免咱的罪过的上帝，来建立咱甲伊个人对伊的关系。耶稣主动就近咱，亲像伊就近即个悲伤的莫大粒的玛利亚同款，伊也出声来呼叫咱，因为耶稣佮我，咱才会当甲上帝建立一个一对一的关系。咱信上帝无过是对我的阿公的阿公就信主，也是对伫我的老母是教会的祭司，也是我的阿公是啥物人，毋是耶稣基督亲自来就近你我，呼叫你我的名，互咱认出即个国我的耶稣基督。耶稣国我，所以咱会当甲上帝建立一对一的关系。因为耶稣对死来国我，伊现在活着，基督也临到咱的生命中间，来互咱得到快乐，亲像伊呼叫莫大粒玛利亚的名，互玛利亚无过是伫悲伤的中间，互玛利亚无过是活伫迄个原本发现耶稣的梦是空的迄款的惊吓的中间，伊得到快乐，伊得到对伫上帝一个新的认捌，有上帝甲咱同在，就无任何的代志、任何的物件、任何世上受造的物，会当互咱甲上帝的疼来隔离。因为耶稣对死国我，伊现在活着，耶稣引带咱人生的方向。只要咱决心，一世人跟对伊，一世人服侍伊，一世人要为着上帝的旨意会当成全，上帝一定会伫头前带领咱来向前行。落去遐者，耶稣的国我，伫咱领受洗礼的迄个时刻开始，就甲咱的性命息息相关。经验伫洗礼，咱旧的我已经死去，因为旧的我死去，所以咱才有机会重新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咱无过是活伫过去，每一天拢是咱会当加固活新，搁较亲近上帝的开始。上帝就是通过安尼，通过洗礼，互你我伫迄个时刻有一个新的开始。耶稣基督已经告我，上帝已经互咱人类有一个新的开始。咱的生命，甲咱活着的世界，也因为上帝所做的一切，
永远来改变。所以愿咱会当每一天用新的眼光来看你的生活，用新的眼光来看到上帝是咱唯一的愿望。咱做伙额头来祈祷。慈悲满满的主上帝，阮满心感谢你，感谢你透过道成肉体死过活，互阮只要跟对你，阮每一天拢看见对你来的愿望。主啊，伫过去，可能阮拢捌面对着，互阮心中艰苦的事。伫过去，阮也因为有意无意中间，阮有犯错，直到阮即马需要为着过去来承担迄个重担。但是主啊，亲像你捌甲阮讲，只要就近你，阮的担就是轻。主啊，这是因为你互阮有一个新的生命。但是主啊，恳求上帝你的圣心时时刻刻提醒阮，互阮知影将阮身躯的重担来放落，因为这一切，你伫十字架顶已经替阮来承担。恳求上帝你互阮会当专心来跟对你，毋是干那照着家己的意思，是凡事照你的意思。主啊，恳求上帝你也互阮每一天拢会当笑念着即个十字架所带互阮的救恩，因为安尼每一天阮拢活出新创造的人的款式。主啊，阮感谢阿罗你，阮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应答上帝的话，咱来吟回应信息第100首。回应信息第100首，伫这国外的日子，悲伤过去着欢喜。主伫坟墓3日，若无将坟墓讲破，咱所信的就无实。总是主已经国话，主国话，主国话，主国话，请咱起念来吟信息第100首。
请坐。下面咱要来奉献，请玉洁执事甲济南执事来书献。下面我要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报告的事项，今日是国外节，主日礼拜结束了，请兄弟来兄弟姊妹来领迄个彩蛋，一同来庆祝耶稣基督国外的喜悦。第二就是叶静安牧师就任本会第6任的牧师受职就任，感恩礼拜是伫个4月30日下晡3点要来举行，请兄弟、兄教会的兄弟姊妹预留时间来出席。第三，后礼拜4月16日礼拜讲道题目是看见基督，经文是《路加福音》24章13到35节。今仔日迄个我们那个长子有要开会，请中籍劳部。过来咱来看聚会的活动，主日是上午10点，主日圣歌队的练唱是上午8点45。礼拜五查经祈祷会是暗时7点半。即礼拜要查的是马太福音的第7章第13节到27节，2个选1个。圣工的事项，即礼拜的招待是宴庆节，插花甲清扫是我本人。后礼拜的讲道是叶静安牧师，书花是梁长老，司琴是玉珍姐，领唱是于阳兄，书献是玉洁甲吉南，招待是素琴姐甲丙南兄，插花是江老师，清扫是宴庆姐。咱来看咱本周的金句，台语我来读一遍，咱来读2遍。耶稣搁甲因讲：愿恁平安，我找恁亲像爸有找我。来一起来念。耶稣甲因讲：愿恁平安，我找恁亲像爸有找我。耶稣搁甲因讲：愿恁平安，我找恁亲像爸有找我。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翰福音20章21节。下面的奉上来请安。平安。咱来用上瘾的诗402首。恳求主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搁保护教示我言行谦卑细正，助我逐日，赞我逐日遵守你诫命，互我伫黑暗中做光灯，追求引带失迷的人。这是我人生迫切的愿望。请咱起立来吟诵诗402首。
你的名，我的恩就最可见，对天作是美人，这是我一生的牵绊。愿叫我的耶稣基督成做咱的主，引带咱向前来行，为着上帝旨意，成全伫地里亲像天里，互咱做伙来拍拼。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正堂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